乡后，想象中的远方并未带来心灵的慰藉。异乡的灯火虽然璀璨，却照不亮内心深处的孤寂。两者之间的距离，让人进退两难。无论选择何方，灵魂与身体始终无法同时安放。生活的苦难无处不在，现实的压力不曾有过片刻的停歇。梦想的旅途布满荆棘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命运抗衡。即使遍体鳞伤，也只能默默承受，因为这是生命的常态。世界从不会因谁的脆弱而改变，唯有让自己变得更强，才能撑过所有艰难时刻。那些曾经难以承受的磨难，终将成为成长的养分，让人更加坚定地迎接未来。苦难并非永恒，熬过黑暗的时刻，总会迎来光明。每一次的坚持，都会在未来某一天开花结果。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，并不会因一时的挫折而停止，唯有不断向前，才能看到更广阔的天地。当所有的努力终于迎来回报，那些曾经受过的委屈，经历过的低谷，终将成为故事里值得骄傲的一页。每一次奋斗，都是对未来的积累。那些孤身一人熬过的夜晚，那些无人理解的心酸，终究会化作日后的光亮。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，每一份耀眼的背后，都是无数次跌倒后的坚持。人生从来没有捷径可走，只有无数次的努力与坚韧，才能换来真正的收获。努力不一定立刻有回报，但不努力必然寸步难行。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，想要拥有理想中的生活，唯有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。那些被忽视的努力，终将在未来某个时刻得到回应。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，没有谁的道路是一帆风顺。当前方的路仍旧布满荆棘，不妨停下来深呼吸，擦乾眼泪后继续迈步，因为未来仍有无限的可能。世界或许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愿望，但努力的人终究会被善待。每一次不甘，每一次忍耐，都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。成功的路上没有捷径，只有一次次的试炼与挑战。当黎明来临时，那些夜晚里的坚持，终将成为照亮前行路的光芒。